讲台语，铁爸爸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林家。热烈讲相声，对手危险。哎呦，真危险哦！好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庞家。最好明星来收奖金700万啦！来，咱请助理台，驾，谢你哦。豆豆行，豆豆行。哎呦呦，谢你。哎呦，谢你。你咧玩弄我，跟你啊，系啊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今日两队哦，拢是有好朋友呢。啊，真正的。拢是迄落同齐另外一个舞台剧的，啊剧场的好朋友以前的同事。哦哟哈嘛有今麦同事啦哇。你足熟悉介绍我这边，我这边哦，较是有影拄啊，阮才离开尔。嘿，不过拢足受互伤的啦。嘿，拄啊在演完尔啦吼。嘿，阮的队长，阮的喜笑。大家好，我叫陈锡胜，陈医生，我是人间条件日剧剧团的，今日所有阮演员拢来，谢谢大家。咱介绍落去好无？咱的队友，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秀琴，亚妈。欢迎。谢谢嘿，来多少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做小滚。好，欢迎你呢。欢迎来多少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徐家伟，柯高伟，大家拢叫我 Gary。是，这是我的好朋友啦。好，来另外一队，迄边嘛是我的好朋友。是啦不过你用的你边啦。啊，来，尤丽英姐姐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音阿姨妈，耶！是，这嘛是拢阮的同事。啊，姐姐今日来嘛是要宣传是咪？啊，但是宣传进前先介绍一下。是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喙齿周一派。最近介绍大牙大牙。好，一排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志强。志强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红玉景，大家拢叫我东东强的东。哦，咚。好，来欢迎你来介绍一下，咱今晚有新戏要甲大家讲啊哦。阮这吼是公司台语台迄个细旁人哦，生。这台虽然吼，阮唔是一家，阮唔是有血缘，啊，毋过吼，阮无通住喺厝内，阮住斗阵，互相照顾互相照顾，互相挖苦，啊，敢若一家伙啊共款。是。啊，9月就爱看这台啦。 9月9月21，拜二暗时8点，拜二。礼拜日的暗时8点，9月21号。嘿，9月21号。拜你的暗时8点啦。我是讲拜你，唔是阮要我吗？暗时搞怎啊旁去啊？我拢唔知。这跟伊的角色有关系。哎呦，伊咧买梗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你厉害看。好，今日啦，唔管咱哪，就是来摕奖金，交一朋友好啊，讲咱的台语哦。吼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来，我先欢迎罗公行罗老师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公贤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哦，赞。两边的人生，希望恁拢通啊，甲100万摕到转去哦。100万摕到100万就是直接一家。现金哦。啊，不过伊是有条件的哦。有条件。有什么条件呢？是咱这季吼，拢总分做3个阶段，亲像今仔日就是初赛，初赛有初赛奖金哦。那赢再进入咱的复赛，复赛搁有复赛奖金哦。哦，上尾啊总冠军决赛那个赢，就再摕到奖金100万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嘿，台语新词大挑战，是要挑战呢？啊，譬如讲，即嘛吼，大家咧跳舞嘛吼，看到啊，他拄啊像咱咧讲的 breaking，台语要安怎讲？这就是新词啊吧？哦，我常常讲霹雳舞哦。哦，
有可能哦，是不是但是你除了讲霹雳舞，啊，还有通啊讲啥货？对，这就是新书大调查的目的。譬如讲，一个物件有2种讲法，啊，拢是有人讲啊，但是倒一种较侪人较侪人讲讲，的就是阮调查的目的啊。哦，所以讲，阮2个答案拢是对的，是是倒一个较侪人讲哦。没错吼没错好来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啊，拢中3题，三题那拢对，会使得到6000哦。听到6000就一定要先甲提起来啦吼。好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哦，请问吼，棒棒糖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棒棒糖，哦，美秀这边是糖仔切，诶，你知影啥啦？糖仔你也看者，有无？咱李亚糖是毋是嘛是一粒一粒一粒用一个机落啊茶底嵌起哩对无？哦嘿啊啊，糖仔嘛是安尼啊啊怎啊嵌起所以讲我较简单，我就是糖仔切。糖啊切，嘿，啊你明咧？我的答案叫做鸡鸭糖。鸡仔糖，为什么？因为伊一支一支嘛，啊鸡仔冰糖啊，系啊，鸡仔冰嘛是安尼啊。啊就一支是冰落做鸡仔冰啊，哦啊一支的糖啊就做鸡仔糖啊。哦，到底是我的糖仔切较侪人讲，还是？啊我是我的迄个鸡仔糖较侪人选呢。哦，来，麻烦恁哦，2边请选择。诶，我感觉必须。糖啊切较糖仔切是如果鸡仔糖，那是鸡仔切呢？哦诶哦哦，哦，有一边有甲风险分开，啊嘿嘿一边无坚持就是咱的鸡仔糖。无错无错。好，来，我来问一个，咱的迄落啊，稀释。因为我想法是甲咧伊的外表应该是差不多鸡仔冰啦。系啊有讲鸡仔冰哦，一支鸡仔棍仔咧插冰咧个，对啊啊一个糖仔咧插个鸡仔糖安尼啦。哦，你看用形去看啦，用形用迄个物件的形来，是，毋知嘿对唔对？糖啊签敢若较歹念较歹念。拗口，嘿无顺脆。诶嘛对呢，是。啊，若自强国较动动呢，阮是感觉糖仔签较侪人讲，搭者到底是较侪人伫讲这我唔知呢呢？好，来，咱问一个哦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这条答案是阿雄迄边。来分数，恭喜咱得到2000咯！啊，那咱看的咧，恭喜得到1000，嘛袂歹。啊，伊拄则拢有讲过吼，这个糖仔鸡鸡仔糖啦，鸡仔糖甲鸡仔冰真共款啦吼，所以会感觉讲这个会较侪人选。啊，即马大家嘛拢较知影，迄个鸡仔冰啦吼，啊，所以会去又讲迄是鸡仔糖啦吼。啊，糖仔签是古早迄个糖葫芦哦，咱是叫做李仔签你也签。哦，啊，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这古早名嘛袂歹啦。啊，不过咱调查的结果是，选这个鸡仔糖的吼，有超过66%。哇！啊，但是选糖仔签的哦，才无到34%。哦，所以是鸡仔糖的用鸡仔糖的人较侪。两队拢真高，拢有分数袂歹哦哦。第2题要来啊哦，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百叶窗的台语吼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百叶窗哦，美秀这边是来，咱看糖啊，哦是不是拢啊一节安尼嘿嘿？我看起来敢若袂输真济，敢百外叶。哦哦哦，所以讲我就真简单，百叶糖啊，有啊，叫李欢，叫李欢就好啊百叶窗。啊哦，啊你咧，啊若是阿雄，我这边叫做好霸休，好霸切，好霸切什么意思？好霸切啦，应该来讲。好因为霸切你知影？迄个，好白切，好白切，好白切。嘿，为什么要好白切？恁敢知影金门的猴吼，伊这种动物你家己变过来，你会看到伊的下骹、巴肚，你来一站一站，一坎一坎，对。所以啊，就亲像安尼一坎一坎啊，有无？一坎一坎嘛，啊，而且数量足侪，算袂完，就赶快好霸切。哦，不过即摆人到底是讲我的百叶糖啊，还是你的？好白切咧。哎呦，这想一个哦。好，来两边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边。对，咱唔知影甲风险分开就对啊啦。若要叫现代人来煮饭是较济啦，是所以是百叶糖啊啦，百叶糖啊，嘿，哦，较简单啦较简单啦。嘿啦嘿哦，啊，若是迄边的，这边的恁是因为无信心对无？对，阿公阿妈拢安尼讲，可能是安尼。哦，阿公阿妈捌讲过。有啊无啊？无呢，无啦，无阿公阿妈无讲啦。你会感觉讲就是啊，家风险甲分开就对啊。对，假是。东东诶，东东。我感觉咧好
白切伤文言啊，唔捌听过。可能当有迄个地方的人安尼讲，嗯，啊，毋过大部分的人应该拢会讲百叶糖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两边拢有哦，阮两个答案哦，吼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这条答案吼伫美秀迄边。好，来，分数先可以来您。恭喜得了1000，系嘛得了1000啊！啊，恁2000啊，2000啊！哎呦，拍手拍手！这个后背册吼，其实是古早名啦。日本时代吼，迄个台大书店都已经有收这个书啊。所以这是真正正确的名啦吼，就是讲古早人因都因为咱迄个时代人生活较艰苦过啦吼，所以多数人厝内面无这个物件，敢若伫咧办公大楼内面可能有啦，办公室内面有啦。啊，所以日本人迄当中甲这个就。咱去民间问因，就收做个后背册啊，就是拄则讲的吼，迄个后的呼吸器官吼，咱来甲变开看吼，啊，迄个形就像啊一条吼，那像册，你啊看足侪册塔做伙，对，啊，所以因仔是用这个去号名的，啊，这个后，啊，这背就是背神的背啦，就讲足侪人的，啊，这个后背册，不过这是古早名，即摆人唔知，啊，即摆人拢安怎直接对华语去啊，反正因为百叶窗这是华语名，啊，后背册这是咱台语原来的名。啊，不过即摆人唔知影，所以因为大家拢即摆生活较好啊，厝内面足侪人有啊。啊，要装这是啊，伊唔知影古早叫做啥，啊，伊就听讲百叶窗，伊怎直接叫迄个家叫做百叶汤还是百叶糖啊？百叶糖啊！啊，不过咱调查的结果是，这个后背册还佫有人知啦，不过敢若14%外尔。哦。啊，百叶糖啊，即摆有超过85%。好，来看啥人会当个6000摕起来哦。加油！希望两边拢同齐啦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陈满的台语吼，倒一个较侪人讲。哦，陈满，我陈满，你甲看吼，我这边是土粉砂。哎呦，因为那砂就是种细只糖嘛，你看无嘛，哦，对啊，像砂母啊，以前就是种生日头啦。啊，对。啊，土粉内面，因为迄个讲陈满嘛，陈就是敢若像会有烟的感觉。哦。嘿，啊，伊拢会秘伫咧内底，嘿，秘伫咧内底，所以讲我的就是土粉砂。哎呦，粉尘好多土粉砂，有影咧。啊，那我这边大家知影无？花尘台语好安怎讲？营压，所以。灰尘好多营压啊，尘螨就是灰尘内底的糖，所以说营压糖。哎，你的袂歹嘞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感觉你的嘛袂歹，土粉啊。到底是土粉砂，还是我营压糖？哦，来哦，是砂个糖哦。来，咱两边请选题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，这届哦，伊佫无共款啦。以前哥哥，你讲一下是安怎？是有啊，较听到迄个声音，感觉是足有感情的，所以阮就选这边。哎，我的声音一定足有感情，音压，足歹判断的啦。安尼讲就正唱也袂歹，倒唱也袂歹的时阵，阮就歹出啦，音压。啊，我家己的想法是讲吼，糖这字，较接听到人安尼讲。啊，砂母就敢若少，我较得噻。原来哦，哎嘛对呢，起码无人咧掠砂母啊。普遍的是。好，啊，那阮这边就敢若阮演啦。应该选我啦，因为我是感觉讲吼，迄沙听起来较细尾，吼啊尘螨就敢若较细，看较无，所以阮经迄个土粉砂。而且迄种尘螨机有无？伊用出来，迄尘螨就是拢是粉啊。嘿，啊你看无？嘿啊，你大你嘛看无？哎，这有加来书咧做呢。哎，而且糖看遮大只，糖有大只细只拢有啊。啊那砂你就看无啊。哦，啊有诶看有一点，有诶就真正你都有这样知。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哦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答案吼是伫个美秀迄边。咱台湾就是讲营压，还是讲土粉哦，拢是咧讲灰尘啦。啊，但是这个螨吼是目睭看袂到的。啊，拄则有讲哦，你若用吸尘器去甲吸的时吼，吸出来看起来吼，咱头有时你若枕头是咪皮甲掀开哦，你会看讲哎，那有沙沙，敢若土粉的哦，迄其实就是伊放的屎，啊无就是伊的尸体啦。哦。所以这两种拢有人讲，啊，其实这个比例嘛无讲差真济啦吼，但是还佫有差别哦。可能即摆少年人较唔知影什么是营压啦，啊土粉应该听有啦，所以因经土粉砂的人吼有
54%以上。哇！啊，选营养糖的吼，才45%几呢。哦，所以比起来就是好粉刷的人有较济。好，来，今晚来看分数，潘文林，今麦领队有3000，啊那胖咧，哦胖今麦有4000哦。袂歹袂歹，今麦同齐过来去咱的第2位啊 ，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哦，咱等下去看过去哦，你看相片，这相片是会叮当的哦。无错，嘿，啊，你看倒位呢？哦，咱有可能会看古早时代做的石头啊，譬如讲落田呐，譬如讲拍漆啊，还是啥物活动，譬如讲庙会啦，哦，还是啥物较奇卡的所在，譬如讲车头啦，哦，还是啥物总统府啦，拢是喺影片内底互恁看。哦，是，啊，咱的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总4题，每一个人拢会使来答，若是对就会使抽3000，上侪得到12000块。哦，加油！每一个人拢有分数，上好是甲12000拢甲摕到转去啦。没错。是，好来哦，两位姐姐，咱来手加油哦！嘿，听我讲，车手答了，今日甲吹气哦，斟酌看哦，题目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题是。刷到来要带恁看吼，是一间香火上盖用，伊内底迄个神明吼，分灵甲全世界去的妈祖的古庙哦。哦，是古庙哦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有哦，这捌看过哦。哦，这一定有写哩。哇，这你也看有？你敢知影？伊是伫咧婚林的什么寺庙咧？婚林哦。婚林干那一个港啊？哦，对对。北港。嘿。嘿。北港什么庙？北港。伫婚林上出名的庙是伊号做什么名咧？好来，上个咱请题是刷到来要带恁看吼，是一间香火上盖用，伊内底迄个神明吼，分灵甲全世界去的妈祖的古庙哦。哦，是古庙哦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有哦，这捌看过哦。哦，这一定有写哩。哇，这你也看有？哦，哎，有哦，知影啦，看出来吼。啊，哦，迄庙较是有影好看。对。哦，较是毋过庙是安那看敢拢共款哦。我会使甲两位姐姐提示一个。是。嘿，伊是某一个港的妈祖庙。某一个港。应该就迄2、3个港尔。好，会记哩哦，吼。啊，是做这型的哦，吼，边仔佫有起出来哦，吼。哦，是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今日来要去倒位，请出题。是，这是台湾妈祖的信仰中心，伊吼是1694年来起造，1997年甲升做是咱的国定的古迹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伊是伫咧婚林的什么寺庙咧？婚林哦，婚林哦，来，咱请出答。婚林干那一个港啊？哦，丽音姐姐，眼睛姐姐，北港，嘿，北港什么庙？北港，后手三个嘛吼，三个哩，什么宫？朝天宫吗？嘿，啊，台语安怎讲？朝天宫。哦，你的答案是北港朝天宫。来，老师，北港朝天宫对唔对？正确。来，分数。恭喜得到3000咯。哦，那照时间来算哦，这间庙起好到即马已经有300多年啦。哇！所以伫咱台湾来讲是一个真正是古迹啦，所以咱即马甲定做国定古迹啦吼。我较早还搁伫个即个花艺中心伫做即个总务主任的时吼，我逐年拢会带学生啊，外国学生啦，吼，美国学生，因拢大学生啊，研究生。3月时，旧历3月时会带因去看即间庙，因为迄当中遐足闹热的，啊，即间庙嘛是一个值得看的所在啦。哦，所以自迄当中啊，我迄应该是到即摆已经30多年前的代志啊吼。还佫会记得讲，迄当中阮逐年拢带学生去遐参观，所以你若唔捌去过吼，爱去甲看一遍。哦，不一定爱是3月，你3月去的是人足济啦，啊，其他时阵去看间庙，吼，伊迄个
古迹吼，实在是会当值得咱去看的所在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后手还有3位哦，免惊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要开始啊！加油！上个咱先请提示。啊，刷落来吼是中秋必备的物件，中秋节一定爱有的物件。哦，中秋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嘿，这啥？哇，会叮当。台南文旦。哦，这看就知啊啦。哇，咧修行啊，咧修行啊，有无？哇，哎，其实咱台湾真济咧。对啊。不过这若拄着风台嘛是热烈的。听讲今年落足侪风台，迄个雨落了太大。真正热烈的啊，是希望明年它更较好。是。吼，是。好，来，我们要出题啊哦。好，来。今日要去倒去佚佗，请出题。是咱头早看到的是咱台南麻豆的特产。啊，你敢知影像安尼规卡车顶悬全是的，这个鸡子叫什么呢？好，来手更好好哦。好，这个鸡子哦叫什么哦？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哦，小棍，厉害哦！手手是。好，来你的答案是啥？文旦。文旦。是诶，文旦甲油啊无共。麻豆出产的有名是文旦，油啊较大粒，文旦较芳。哦，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无去用怪去哦。不，麻豆文旦。文旦，好来，老师文旦对不对？健康。来，分数。又一定了3000咯。啊，你讲油啊吼，油啊是一个大类啦。是。油啊内面有足侪种，文旦嘛是一种油啊。咱若要正确讲，就叫做文旦油啦。文旦油。啊，不过咱口语干那讲文旦，啊，其他像讲白油啦、西施油啦，这拢是油啊，吼，啊，佫有一种红油。所以油啊有足侪种的，啊，其中的一种就是这个麻豆这特产的。啊，麻豆伊是一个集散地啦，吼，就是讲伊那周边哦，真侪人种这种物件，啊，上尾拢会送去到麻豆。哦。啊，佫出来是就讲这麻豆的文旦啊，其实哦，其中一部分是麻豆在地出产的。啊，周边的送去遐，再个分散去其他各地，嘛拢叫做麻豆文旦。所以你买的时候，可能不一定会买到正确真正啦。啊，你甲拣的时候，拣迄个较细粒的，啊，较三角形的，吼，迄种的吼，都是老杂的，迄上好食的啦。是。哦，啊，迄较贵，但是伊迄较细粒，啊，足甜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K 老师嘛真爱食文旦啊。是啊，伊食了帮助消化，毋过袂当食伤济。听讲袂爱食。老师还可以定。嘿，来，咱即摆看者7000，甲咱的6000，哦，差1000尔。啊，后手阁有2位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还无共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哦。是刷落来要带恁看的影片是民国70年代东部的遐个住民吼，伊暗时啊夜航的海上的航线。哦，海上的航线哦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哇，安尼变形空拍图呢，够厉害！这是一个啊。顶怪人会惊呢。去带大船嘛。啊！对，小船嘛可以带。我本来要讲花莲轮，结果不是。是，好，大家拢看足清楚哦。系啊。哦，好来，要出题啊！来，今日要去倒位，请出题。是，头早咱看到是民国64年东部的观光上热的一个花莲轮，伊是载咱这人客吼，为花莲到一个所在旅游。伊顶悬唔若载人，车嘛会使驶去哩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伊是为花莲驶到倒一个港口咧？哦，是对花莲甲倒一个港口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哎呦！哎呀，来，一排，应该是绿岛。绿岛，绿岛，绿岛，较顶悬的，较顶悬的，绿岛。港口，
唔是哦。赛车，列岛的人哪有啥物车？那安尼就是阮兜附近的。哦，对，基人，基人，基人港。基人港，基人港，是基人港较大，较大，啊，搁会当有车去哩。哦，啊，毋过即马花莲遐的游轮嘛是会当有车去哩，因为列岛嘛是，对，旅游嘛较好诶。对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基人港。来，老师，基人港对不对？健康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这只船足大只啦，所以应该是袂使去到绿岛啦。咱即马台湾去绿岛的船拢无讲真大只，迄当啊这过会当载车的吼，所以是对花莲到基隆，啊嘛再对基隆载人去花莲佚佗啦。所以这两个港吼在来回啦。啊这一开始行的是我已经20几岁啊，所以我少年的时应该是捌坐过啦。哦，但是即马无咧行，因为这只船尾啊就歹去啊，吼，无够用啊，所以即马无这条航线。不过以前有这条航线，吼啊对基隆载人去花莲，啊嘛对花莲载人来基隆，啊所以这两边咧行啊，算是种渡轮啦，吼，啊伊若对花莲暗时出来吼，到天光的时就到基隆啊，所以有的人就伫船顶会当过一暝啊，天光就到。袂歹呢，袂歹。谢谢老师，你拄好有对无？我摇袂着，我本来想要讲啥是南方澳还是啥苏澳迄种哦，即嘛有啦，即嘛有为宜兰去花莲的，有啦，是好，不要紧，咱个有人哦，加油加油！哦，即嘛是1万甲咱的6000，加油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第4位即马较刺激就是差这4000啦，系啦。不过咱变盘是后一个回合较会，迄金额较大。对。好，来啊哦，等下哦，我看应该是无讲介困难啦吼。来，手更好。来，上个咱请的是。请问，啊，毋是请问啊，刷落来这影片要带恁看的吼，是50对新人共一个时阵一个礼堂办婚礼哦。哦，办婚礼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真济，哇，以前你穿安尼无简单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好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是的，咱头拄仔看到的是高雄市第2届市民集体结婚的迄个画面，啊，你敢知影？查某人的身躯顶穿啊足水的迄束叫做啥物呢？查某人穿的迄束哦。好，来，手更好，咱请手答。来，你徛都摆下来，水真速度较紧啦，是速度较紧，所以速度较紧就唱着安尼。来，3位，新娘衫，新娘衫是哦，这种影片你应该看，应该是恁妈妈迄个年代啊，差不多，可能是差不多啊。以前他穿新娘衫嘛是无简单的哦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新娘衫。来，老师，新娘衫对不对？健康。来，分数甲加入去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拼起来啊，拼起来，差这1000。来，咱夏老师来解说。这是69年的相片啊，所以到这40-50年啊啦。哦，真久啊！迄当阵啊，咱看到的旧相片是黑白啊，即马咱用 AI 给它变做彩色的吼。啊，不管是迄个时阵，即马结婚的时，查某人拢会穿一束，咱叫做婚纱啦吼。啊，不过咱台湾话较无咧讲婚纱，咱一般是讲新娘衫啦，所以咱讲穿起束新娘衫，就是有时会换几两套。哦，啊，迄就是新娘衫。新娘衫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晚来看分数，看阮林家。林家今晚有9000。嘿，啊，来看阮汤家。哦，嘛有1万哦。好，来继续搁拼落去哦。今日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是啊，来，咱看这里，
中午一个问号哦，是，啊，搁八提示哦，这问号到底是啥咧？问号代表伊的金额。哦，少的是1000、3000，啊，那多的是12000、15000哦。来，提示伫内面，来念一个提示。是过年、路、年茶、俗语、金瓜石、果子、刀前、咖啡。哦，这题目拢是伫内底。过年毋知可能是过年的什么题目啊？对。好，来，咱有两个。通啊，甲恁讲一个，就是讲，咱互相讲的时阵，拢讲啊，咱要通啊选打者，咱拢袂当讲话，拢是队长伫讲，吼。啊，毋过有一条就是救命哦。拄着袂晓。你真正袂晓，你通啊问你的队友，互恁大家4个人通啊同齐来回答。是。好，啊，那第二个就是讲哦，咱哦分数较少的人，咱有这个权利通啊先选。是。来，咱的分数较少，咱就无定着15000，咱就先选伊哦。我那就赢咯。先选先赢啦。好，来，咱开始，你即马要选倒一个咧？恁感觉咧？我是感觉迄3字的啦，我唔知你的想法是安怎。3字钱就是藏咧遐啦。哎呦，说3字就讲金龟石哦。看到一字啦，看到一字。看到金龟石啦。啊，唔知是。好，要试看卖。好啦，要拼看卖。要拼看卖嘛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金龟石伊的奖金有偌济。你真正甲金龟石咧哦！哇！哎呦，厉害！咱倒位嘛是迄落啊金龟石遐人。嘿，但是我知影这种这题，我讲我不要回答啦。安尼哦，试看卖，试看卖，有信心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金瓜石是较早台湾发展金矿产业重要的所在，你敢知影地名号做金瓜石是甲金还是金瓜有关系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中风啊！2、1，时间到。要讨论者哦，要救人哦。好啦，用药的啦。你捌去过遐吼？应该拢有去过。伊遐有疗愈真有名嘛，遐有一个石，伫个石头上就像迄金瓜。哦。地名会叫做金瓜石，伊是甲金啊还是金瓜有关系咧？请问金瓜石是较早台湾发展金矿产业重要的所在，你敢知影地名号做金瓜石是甲金还是金瓜有关系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你应该袂用骗人吼。你是遐个人？唔是，我是导演咯。5念金。2、1，时间到。要讨论者哦，要救人哦。好啦，用药的啦。哦，甲金龟有关系啦。哦。是，你捌去过遐吼？应该拢有去过。伊遐有疗愈真有名嘛，遐有一个石。哦。石。嘿，啊，伫个石头上就像迄金龟。哦。这有影无定就是这。一般人都唔知啦。较唔知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金龟。来，咱来看下金龟对唔对？对，金龟石吼，伫日本时代有发现讲遐有金啊啦吼，所以日本人伫遐采金啊啦。啊，但是吼，真侪人毋知讲伊迄个地名是安怎叫做金龟石。啊，伊拄则有讲过，遐有一粒山叫做金龟山啦。啊，金龟山迄头捅出来迄个石头吼，看起来像一条金龟，所以是因为安尼号名的啦。啊，就因为迄个像金龟的石头，所以叫做金龟石。哦，袂歹，15000啊，不要紧，咱够12000哦，够12000哦，够12000，要选倒一个。咱要选倒一个。你欢喜就好啦。哎呀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咱要过年啦。过年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下过年奖金有偌济。第3名。哦，高兴，袂歹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过年爱食的瓜子，伫咧古代吼，古早，伊是代表牛娘还是囡仔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。瓜子，嘿，代表伊是牛娘还是囡仔？囡仔，爱试落。好来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囡仔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囡仔对唔对？
足侪字是讲伊安尼加减加好去对啊，对那是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因为是过年时啊啦吼，过年时啊拢大家拢想要发财啦。啊，所以你迄个瓜子真济哦，啊一枚哇，遮大枚，敢若是摕着足侪银两的，所以足欢喜的。所以迄个时阵是过年时啊，大家较爱发财时，就甲这个当作是一个银两的概念嘛。所以毋是你当然你会感觉讲迄纸那像讲，就敢若囝孙啊共款讲哦，会当生较侪囝孙啊。但是过年时啊，囝孙啊较不要紧啊，钱较要紧。囝孙较不要紧。老师讲实在话啊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有当时唔通哦，题目骗去。嘿啦，有行这。比较单纯想就好啊。好，来刷落去哦，换你哦，医生。我想要选的多情。多情啊！多情就多钱啊！来，咱来看这了，看卖我敢要着，制作单位的。来，多情奖金有偌济？1000。好，不要紧，来看伊偌多情吼。来，多情唔值钱啊！请出题。请问歌戏内底真角真可怜，看到真多情的角色是花旦还是小旦？来，你唔免10秒哦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花旦、小旦、小旦。小旦。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个小旦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恭喜加1000。这麦克嘛好啦，还是嘿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迄小段吼，拢是拄啊好变大人啦吼，啊开始知影讲男女之间的感情的，啊所以演迄种较多情的，较想要谈恋爱迄种的角色的。啊，若是花旦一般来讲就是伊较坚强，吼，较勇敢的迄种女性的角色，所以伫个戏剧内面，这两种角色是无共款的。是，好，所以我是花旦。你是花旦，较坚强。而且走嘛，多尾旦。多尾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英的。还有万二的啦。不要紧，还有1万2的加油。我拣迄个关嘿。好。关的。咖啡哦。咖啡哦，这1万啊。来，咱来看下咖啡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，袂歹，加减嘛。请出题。哎呦对。请问，什么所在吼有台湾咖啡原乡的称呼？伫咧日本时代，日本人就伫遐开始种咖啡咯。2003年，伊佫开始举办台湾咖啡节，所以足出名的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有要救人无？救人哦！救人来吃啊！救人哦！高 K 嘛，婚礼的高 K。虎坑。高 K， 高 K， 婚林，高 K， 婚林，好来，婚林高 K， 好来，婚林高 K 对唔对？来分数，今日就5000咯。咱即摆听到婚林的高 K 拢会想到讲伊是出柳丁啦吼，啊遐伊柳丁遐种足济。啊，不过大家较无注意，讲伊其实嘛是出咖啡啦。伊个咖啡的这个品质足好的，可惜就是讲量无大啦。咱知影讲即马世界上咖啡拢起大价，啊，不过咱台湾就是量少啦。啊，若无吼，遐种咖啡的人会当赚大钱，但是因出的少啊，所以无法度讲会当产量足大的，这是较可惜的所在。哦，厉害，对，真正有影有厉害哦。即马剩后手剩4题尔，加油加油！来算这里。万二搁在内底哦，万二1万搁在内底哦。我即马无信心啊，本来我想要选果子啊。看恁啊，应该袂。俗语啊，我会让我救人，好，来，俗语，咱来看下俗语的奖金有偌济？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俗语讲一声伊唔够在，无声唔免来，是咧讲人的歌声真重要，还是讲人爱会晓讲话才会人听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。一声伊唔够在。救人哦！救人哦！救人哦！哇，这第一我听过。啊，迄个音是啥物意思哈？音就是低音的意思啦。是。音高我知。哦，低音这知影，我无意见，啊你都无算对啊。来，各位。救人，来，是。但是人
爱讲会晓讲话，才得人听。哦，我唔是足确定的，人救人的。好，您确定哦？嘿，是吼。对。好，来，人爱会晓讲话，才会得人听，对唔对？啊，这是咧讲古早迄个歌戏班吼，因为咱知影讲古早歌戏，毋是讲因为无像咱即马吼会当用电视来演出嘛，所以拢各地去演啦。啊，这歌戏班去到一个所在时吼，迄头一场戏演出来时吼，人去听吼，感觉迄歌声好的，这是上厉害、上好的。所以若歌声好，其他较袂遐好，无要紧，只要你歌声好，哦，人就会感觉你这歌戏唱得好，迄观众就会爱去看，啊，票就会卖了较好。所以这句话是咧讲歌戏，哦，所以讲甲迄个讲话无啥关系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就是去有地无骗去。我歌戏都无听人安尼讲。好，来，后手还有3题哦，无错无错。啊，还有一万的哦，还有一万的哦。你若选到就白手哦。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路的奖金有偌济。一万的。哦，来。哦，紧张，刺激。紧张哦，那个咱个病哦。无通救人啊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3条主要的花冠公路，你敢知影倒一条是上早通车的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北园遐，确定哦？收回。收回是真的啦，不是园的啦。北园。时间到。好。哦，来。北园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北园对唔对？咱台湾上早开通是中部花冠公路，就是对这个花莲到台中去啦，所以这条路是上早开通的。啊，尾下南环甲北环吼，拢是较尾下才做的。哦，所以上早迄条路就是对台中到花莲吼，迄条路对咱即马经过什么这个太鲁阁啦吼，这个所在哦，啊去到梨山城，啊上尾去到台中的，哦，这条是上早开通的。哦。今年哦，来哦，愈来愈刺激哦。上尾啊，一人摕一个哦，看当时够偌济钱来的。应该够有迄个3000的，甲7000的。7000的嘛对。我就差点。哦，来哦，3000、7000哦。嘛1万呢。来，要选倒一个医生。好啦，无着大家来啉奶茶。哦，来。来，咱来看下你的奖金有偌济？有7000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刘若英唔对啊。那讲到台湾吼，一定会想到台湾的珍珠奶茶。你敢知影珍珠的原料是啥物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。阮拢台湾人嘛，对无？粉圆，等下是讲大家都唔知了，迄就歹势咯，对无？粉圆，伊的原料是啥物做？啥物做的？啥物做的？番薯粉，啥物粉哦？无，你讲一粒，嘿，啥物做的？啥物粉做的？什么粉？番薯粉。你知番薯？够了，你捌听过无？伊唔知啦。你唔知哦？你唔知就知影。手指粉。哦。你分你哦？伊唔会分我啦。分你5000啦，我骗你着。手指粉。我2000你5000。我更厉害。我也更厉害哦。来，咱来看手指粉对唔对？来分数，叫伊加7000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你爱请食饭。啊，手指吼，真早以前咱就来做粉哦，因为伊本身哦是有毒的物件啦。哦。啊，若无加工哦，食了唔好啦。啊，加工过就无问题啊。啊，所以咱以前哦，手指真少摕来直接食，啊，拢是加工做手指粉。啊，加工做手指粉了，这手指粉就会当做真侪物件的原料。啊，这个咱即马讲的这个珍珠奶茶吼，伊内面的这个粉圆哦，都是用手指粉做。手指。哦。即马手指应该拢是即马有一寡手指的品种哦，无共款的，迄会当直接食。啊，古早迄种手指的品种是有毒的。哦。爱加工过才会使食。有改良过啊。好唔对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。
上尾啊哦，上尾一来，咱来看这规矩。来，咱来看规矩的奖金有啊，3000。来，希望摕起来哦。加油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旧历7月拜好兄弟啊，有3种价值袂当传，因为这3种吼合起来念，甲招你来的谐音差不多，所以咧这3种价值是啥物呢？金招，来呀，来呀，招你来，你来呀，你呀，哦，招你来，招你来，金招，金招，你呀，来呀，来呀，哦，来，咱来看这哦，金招，你呀，来呀，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恭喜得了3000咯！嘛袂歹，加减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咱7月半号普渡，咱拜好兄弟啦。啊，好兄弟是高分野鬼，啊，咱是希望讲咱传一寡物件互因食哦，啊，因就莫来找咱的麻烦。啊，所以你上好是莫招伊来恁兜啦，真正招伊来，互伊找你的麻烦啊。哦，所以咱拜就希望讲你食好饱，啊，你就看要去创啥做你去啊。哦，啊，唔通甲招伊来。啊，你若拜金招你啊来啊，感觉讲迄听起来就讲招你来，伊感觉啊，你都甲我招好了，我就来，安尼就唔好啊。是。所以尽量莫拜这3种合作会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咱来看两队的分数，看0，今嘛有32000。咱康有18000。好，今嘛今来去上尾一个回合叫做1秒1000斤。1秒1000斤。看图有俗语。是，等下有一图互恁看，没错内面就是俗语，你若真足看哦。对。我大有图，有当时看无啥会清楚，用你头壳紧去想，紧去想。啊，几个字阮会先甲你讲。是，啊那分数咧？今嘛有32000，所以就是32秒。哦，咱用秒数啦，32秒哦。嘿，啊，毋过伤少啊吼，伤少不要紧，搁加落去。搁加30秒，变62秒。 3个，啊，今日讲到站丢。上就会停落来哦，咱就看秒数，看恁会停到倒位的奖金哦。好，来，咱第一题到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看，在死一粒豆安怎？看呀，死啊！什么？哎，对，死啊啦！死啊！死啊！无人拜哦，无人拜。拜，看呀，死啊！拜，拢总32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停落来哦，咱就看秒数，看恁会停到倒位的奖金哦。好，来，咱第一题到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鸡。大只鸡较问题，又唔是，唔系5厘尔。5厘。大。你讲的是对的，来讲啊。大只鸡问题。哦，较问题。哎，这食改一字，大只鸡问题。那正确。哎呦，好你加载，起码你甲看者，46。哦，袂歹。我讲唔对，我甲你讲，唔免等我 Q， 你就是一直讲。哦，讲唔对就算秒数，算秒数。你若讲就伊就停啊。我就话停。吼，伊的耳仔足好诶，哈。好来，第二题哦。好来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8厘哦。这啥？见到开始哦。有人伫偷看，伊伫想啥？诶，迄个是，我会使甲你讲一下，迄个中啊，迄个是拄啊结婚的啦。哦，拄啊结婚哦。嘿，中啊，迄个，哇，什么？嘿，大白新娘安那？大白新娘，大白新娘，跟伊找无什么，看无着。正确我算你对。看见着，艺术赶快我算你对。是，大白新娘无看见着，伊应该是新娘衫啦。哦，应该。大白新娘无看见着，无看见是，这是算人白目吗？无，伤紧张啦。伤紧张啊，有当时啊침入去吼，唔知影咧倒位啦。哦，伊是讲人白目无唔对，但是大部分拢较紧张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这秒数10000。啊，够10000。咱今日个拼的哦，上秒一题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，在死一粒豆安怎？看呀，死啊！什么？哎，对，死啊啦！死啊！无人拜哦，无人拜。拜，看呀，死啊！拜低头。我正确。
拜金牛，高金牛，哦，要求金牛，盖金牛，再生一粒豆，看呀死了拜地头啦。意思讲友好吼，爱及时啦，是爱金嘛啦，爱护啦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好，来咱看表数。是，哇，啊个5000袂歹哦。哦，不要紧，奖本1000，扣1000公费。啊，个坐车买凉的。是，好来5000哦，你来去颁奖。来，颁奖。了紧，嘿，哇，有奖牌，总算这落去就是复赛啊咧。对啊。咱等下要超时第2再过来啦吼。啊，若这边的更较厉害，即马就要通啊，这要互恁看到啊。是，现出时连面都要报出来，来阿姊甲咱介绍一下。恭喜第一代谢胖人生，嘿，当时9月2日，礼拜暗时8点。哦，准时收看谢胖人生9月21咯，暗时8点哦。谢胖人好，生。谢好嘅，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罗光行老师辛苦喽。谢老师。大家有机会，到顶表达语，欢迎大家拢欢喜再会。谢谢。感谢阿姊，感谢东东，谢谢老师，哎呦啊，谢谢谢谢一心哥哥，谢谢。